再来看涉金华城顶案，已经互羁押要一档的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地羁押期要到咯。法院今仔是开庭，检方主张讲，证人佞佮还未完全全部问煞，要求继续羁押。检方嘛表示讲，郭文地社群平台佮继续在播法定内容，是伫空中的串接真离谱。郭文地太太陈培琪今仔嘛到场，伊伫法庭外口口讲，郭文地到底是犯什么罪？柯主席有信心回家过中秋节吗？法院结果提审出庭，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甲台北市议员应晓培涉入金华城一个政治献金案件，早起搁再开庭。郭文地的看守陈佩琪也来到现场，情绪强要控制袂了。到底是做了什么？到底是犯了什么罪？记者铁房啊，看到伊红赛路车，陈佩琪口甲挡袂牢，也强要徛袂在。伊大声靠话讲，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犯什么罪？唔甘郭文地已经被收押1年，伫这边开庭的重点就是是不是要搁延押，因为羁押期到10月初1，伊甲应晓平2个人拢申请局部停押。这么一个认真一心想要过去为病人，现在是为台湾政界做事的事情，竟然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我真的是料想不到。对是不是延押，检辩激烈攻防。检察官主张，共同被告黄金宝等人，抑个郭文地的工作部相关证人，当时电视总裁张高雄等人拢也未讯问，建议伫咧互相讯问结束进前，爱继续羁押。批评因串口径，也批评郭文地社群用断章取义的内容，继续伫咧网络顶串证，无遵守法律意识，是司法的机关。我们的司法人员完全在践踏司法，我们更看到的是这个刑事法庭当中如何的荒谬，这真的是司法奇观。这句话还给3位公诉的检察官，你们说你们要捍卫司法的清白，就不要用什么科技抹黑这种笑掉人大牙的事情拿出来，让人家践踏你们的司法尊严。检方伫咧庭上的言论，颠倒互民众党批评真罕过，指控检方无确实的证据，用猜测的方式，就想要继续羁押。上面是毋是延押？审判长伫咧庭上说明，事后无一定会做裁定。记者综合报道。